2月1日是世界母语日，高雄市立图书馆为日前开始，连续3天结合戏剧、音乐、广告来办母语的活动。另外，今年文化部头一届甲国家语言生活节刷去高雄画母夜来举办。伫咧3月7日进前，逐礼拜拢有体验的活动，邀请民众做伙来拿耍、拿讲母语。好，来，春联，大德维，大碟。 大人囡仔甲手囡仔当作春联，按照老师的指示来做动作，唔但会当学着台语，阁会当提升父母甲囡仔感情。今年国家语言生活节的系列活动到3月7日，伫为母行，逐礼拜拢有母语的相关体验。有的是亲像安尼，哪听故事，哪做亲子互动；嘛有亲像安尼，用少年辈家己的主题，写大家做过来讲台语。这位老师就甲大家分享伊替网家配台语的经验。学台语就是爱做恁爱看的节目，互恁主动来看吼。 啊，家己想要看，家己想要找资源，安尼才有，安尼才会当真正学着台语啦。2月1日是世界母语日，那为母行有各种动静态的母语体验。高雄市立图书馆对27起连续3天，有安排甲母语相关的音乐剧、讲故事甲手作的体验。官方表示，今年活动要特别安排一大年节活动体验区，甲台语实际融入咱的生活当中。另外嘛有伫咱草地讲故事、甲台语。 该签诗以及元宵、菜灯、灯谜的等等活动，希望透过这3天的活动，会当互咱母语真正加入咱的生活中。咱保市场的部分活动其实真正足少的，希望讲会当鼓励一寡团体、一寡机构，会当来多的去帮我们把这个台语的活动、台语的言语的部分来发扬光大。 今年国家语言生活节头摆刷落来高雄办，民众拢感受到这阵台语活动加真济。不过，民众也建议，台语的推广活动袂当有一顿无后顿，亲像宴会秀节的有水着就好，应该爱长期有计划性的办落去，安尼咱的母语才会当传落去。记者郭家祖、邱朝勇、高雄场报道。